咱拢是坐火车咧出入的乡亲，加减拢捌拄过火车慢点。讲台铁去年的准点率是10年来上低，平均每一天慢点24小时，等于走一天就慢一天。会慢点上主要的原因是：第一，火车害去；第二，这个车红灯害去；第三是天然灾变。虽然慢点超过45分钟，也则是拄着天灾，拢会当来退票，但是台铁也是爱为根本来改善，才是正道。今年5日这个休假日，台铁电车线故障，延误2点钟。但是就算是平常时，民众嘛有可能会拄到5点。有啊，刚刚就是啊，是写5.9分钟。是那一件事情发生之后，好像特别长。有时候啦，偶尔遇上了也只能遇上了，很急的话1分钟都等不得啊。台铁的准点率去年降到10档来新低，平均每天5点是1450分，换算时速超过24小时，等于是走一天过一天。2018年台铁主要5点的原因，车辆故障、货机故障、甲天然灾变占前3名。车辆坏掉的话，当然是需要维修啊，需要能够改进。若是民众拄到台铁延误超过45分钟，或者是拄到天灾造成班次延误或者取消，一档内会当专业退费。不过这当然是上不得已的做法。台北车站现摆是时刻表，因为已经用230档故障停用，这嘛表示台铁历史悠久。上大的挑战，恐惊就是要安怎对时代的专门提升服务品质。